主考3期国名个做边境主动权，公安人开复权提起、提天起主要嘅报告后，进行呢第二摆嘅通盘检讨，按顺为重新启动开发。伫公开展览上面会，就当然系反对嘅。主会嘅掉手嘅法啲都嘅产业转起，为咗工厂落来，为污染到天球流水。客家新主人只建筑垃圾冇奈何少嘅大问题，限住彩条后来处理，很难到嘅危险危险。因为计划当中限住为80公顷嘅储测器，啲少子化、劳空污率按高嘅情形下，感情建筑比较继续向下来探讨两项开发计划进行嘅问题。将嘅天球同火防火，作动者2公里、3公里係傳統嘅客家莊，在天然單單就港中落實。嗰所以談到足夠延期3期計劃，要為在國重新啟動，為我國名嘅來整數土地，大家就受騙呢。我冇擔心啦，沒有贊成啦。我本來就買了，89年買來的，這裡是89年才買來的，買了就種田啊。我是做唔得備前手，我有感情還是判，我備前手咧係冇辦法去，到時你冇工廠冇愛捱，我咧冇條路啊，備前手咧係冇條路啊，我隔天都維持我嘅生活。現在按多年來，港中人經空前反對，本單呢足夠延期計劃，第今年5月的同名嘅運作，邊間作動者公園園開復權提起，提天期主要計劃過後，各部分計劃內容未有修正過，總面積有453公頃，各部分嘅計劃總面積有421公頃。其中儲測期規劃有80.75公頃，產業專用期係78.07公頃，其中含有客家農業有限專用期有41.3公頃。大概97年那時候，內政部核定的審議通過，抱歉，是審議通過的部分是有20公頃，但是因為我們這次規劃的時候，我們有去當地先做一個出訪，那認為說在靠近3重里那一個部分，也應該是要有一個完整的一個就是農田的一個維護，所以說這一次呢，我們也將其再多劃了21公頃，所以說總共有41公頃。雖然28客家農業有限專用期加係21公頃，有部分農地早地保留下來。不過天橋順後沙規劃咗儲測期，一到農民認為按樣會影響到農業嘅生產。兩隻農業專區嘅中間就起伏，啱啲記得都係上物嘅咧，完全搞不懂，因為農業嘅東西已經係太面積啦，太面積嚟做。農會會買規定，農會買就會講嘅，而且小地主大佃農，青青菜菜上50-60公頃，你講規劃只30公頃，只20公頃，你改應都是唔拿咯，跟規劃改動嘛咯，那搞不懂。客家球屯農業專用區，它比農業區其實還能夠更多元化的，包含精緻農業這一塊也都可以做使用，只要它按照農發條例，所以我們並沒有做特別嚴格的再去做限縮，反而是認為。這些原地保留的部分，他們能夠繼續耕種，除了繼續耕種之外，還可以做休閒農業，休閒呢，還有所謂的農村再生，其實都可以去做使用。主題對客家農業有限專用期有義務同受理，蔡天儀對過後延期，清楚講每一日用地過後，一百規劃行係減嘅有80公頃嘅產業專區，昆東業沒唔嘅。我們這個產業園區其實是定位的比較廣，就是你可以做製造，當然也可以做研發。在國土計劃裡面，我們新竹縣在民國125年，是還要不足137公頃，還有這個部分，不管在經濟部或者在全國國土計劃裡面分派到的，就是會有這麼多。其實產業用地要有一個土地儲備的一個概念。
面对生业转期，农民同环保团体小编呢，为洋葱腐养党调前海同中东泰尊也有重要的宣言。那头前溪如果它是一个民生取水用口，那你可想而知，上游盖了工厂，那下游的人就要喝工厂的废水喽。那这边如果盖了住宅区跟商业区的话，那下游的人就要喝这些住宅区跟商业区的人的屎尿。当然，对民生的一个用水是很大的问题。你老俩中上游的工业区不你请才安开发，那万一有一天，佢哋还你内部知道的计划讲，你要贵片，佢唔给去外走工业区，去外走都市计划什么相关的什么区域，可是他手下给到按照县管的工业区是出动到问题，你抖进本来可能要一大片划给他的时候，他是不是管理更会出问题？我们认为说，不管产业来说的话，我们是能够集中在某一个地区，就是集中在这边制造业的部分能够集中在这边，好，然后我们会设一个污水处理厂，我们规划了2.4公顷的污水处理厂的部分。那这个污水处理厂，它未来会以3级处理的标准，最高等级的标准，然后我们会专案纳管，排放到南亚取水口以下400公尺的地方才能做放流，这个是要符合这个中央的一个规定也就是说，我们不会让它随地的漫流。除了小编呢会有水污染嘅问题，也按到人类新中间亦曾冇办法解决垃圾小唔退嘅大问题。坦白以为太现嘅规范案会有下卡度嘅家父同事业必须分，要为用嘅来处理咯。现在整个新竹县市、大新竹县市对于废弃物处理的量能，它到底在哪里？这些可能都要通盘纳进来检讨，这样，然后才有可能说规划一个比较符合在地生活情况的一个都市计划。现阶段垃圾量还是一个困难那我们也引领了短中长期包括跟中央争取更长期的在县里面的这个垃圾处理的自主的一个这个计划。那我想整个园区的开发，那当然它有一些是原物料的需求、水电的需求，但是它也会产生废弃物，所以我们推动循环经济让过去的里面的这一个产生的废弃物是一些垃圾能够变成它的这个运用的资源。一條新年呢到天空長充滿，長到痛嗲嗲嘅。一條對新中間菜地隊嘅親自向後盾嘅安度家中同新年呢，總是間同菜地嘅農民合作，本新年呢到天空學習認識土地，一下談到有野空開發案，要行開去出車期都唔敢相信。这里本来是很冷烂的天啊！因为我们是土生土长的新竹人，新竹人知道我们的新竹其实没有那么需要房子了，我们需要的是土地。对，孩子都知道粮食是短缺的，那我们必须要自给自足。对，所以在征收的这一块，其实因为小孩都说我们不要被征收啊，因为我们知道征收了，我们就没有这么干净的农田了。我们的孩子可以看到4季，这是我觉得我想要保留住园区3期，而且其实我真的不觉得台湾少子化这么严重。我以前是老师，每一个学校都在缩编，每一个学校都在减少学生人口。你跟我讲说台湾还缺房子，我真的没办法理解。對於竹東鎮也10年來實際嘅人口數來看，民國97年人口有97083人，到今年107年5月嘅人口數係96477人，人口數係減少嘅，政經還有必要愛再過去不為係。每年在下降，这个其实要看有几种条件，可能不能用单一事件来看。我们的生育率确实是下降，但是人口的社会的净移入率其实是增加的。社会的净移入增加，那为什么会增加？就是因为你有地区产业的需求。那为什么会有产业的需求？就是因为大新竹地区它的产业链是非常的一个完整。我们这个地区未来有产业一定会带动就业人数进来，所以说我们还是要划设一些基本的一个生活用地。
竹东镇这10年来的人口变化，但是微幅下降1000多人。那我们认为说，其实他们在做科学园区的人口推估，应该会是有非常大的问题。因为我们以宝山来说，其实宝山目前的实际人口大概是14000人。那可是如果以宝山那边已经有的科学园区的量体，照现在的这个估算，应该要29000人。所以这是一个非常荒谬的估算结果所产生的说，所以我们这边做了可以用产业带动人口。其实我认为，其实我们应该已经离开那个时代了。其实监察院前几年早就纠正过内政部啦，那他纠正的理由，也就是我们台湾总共有435个都市计划区，我们这些435个都市计划区，现在能够容纳的人口，跟我们计划的人口，其实相差就已经达到700多万了。我觉得这个数字要给大家知道了，也就是我们各个地方政府都在福报人口的增量。出庭人口数减少，其实对内政部营建署、新竹县同新竹市、新气候和等等外卖嘅服务业最新最新统计来看。新竹县1805年含有3000人件服务卖卖出去，韩国附近嘅新竹市1805年迄个新服务含有2000人件等等外卖，新竹县市加起来就强强嘅有6000件。土地正义，坚决安宁，政府干权，抗争有力。按多年来土地嘅争议，未到总统议就行上嘅路。为了为解决土地利用嘅暗道乱象，民间蒙登嘅国土计划法总算伫今年5月初一公告，涵盖国土嘅使用分批同管理，会交拨县市政府来处理。故所按道嘅复杂专家，未希望新竹县政府会好好来规划。其实我们现在特定农业区加一般农业区，加起来只有40几万公顷了。而这40几万公顷里面，上面还种了很多农舍，上面也种了很多违章工厂，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到。所以，我们现在这些农地是保护都还来不及，千万不要再让这些农地不断的流失出去。我们确实是非常多的县市首长还存在着土地开发的这样子的一个企图。那假设你真的是要好好的来做人的居住空间的话，你搞不好应该像最近台北市政府做公办都更啊，从万华啊、从大同啊这些比较老旧的公寓开始啊，你要解决住宅问题是有很多不同的方向的，而不是像现在的这个速地的开发。我认为它就只是在地方选举到了，然后大家喊一喊。那我们认为这种做法是非常不妥的，因为你终究要去解决。的确在地，因为长期被划都市计划区，所以他们其实很多的近县间的状况都有发生。那在地的需求该怎样的被解决，以及在地的一些纹理该怎样的被保留，我认为这是要赶快去行动、赶快去思考的。年代有为县积累，无论每年县道，也项计划会系新竹县政府嘅重要课题。施工政策业务上推下推，换来换去，按到义务同受理，由每年要垂跳来处理无奈，又有几多生意，真正会困卡重演那里。没想到4年也8年过后，也系限卡多年过后，会有用嘅嘢讲见咯。